嗰隻會醒酒嘅酒杯傳開之後，我嘅小工作室開始熱鬧起嚟。嚟嘅人形形色色，有酒商，有餐廳老闆，有對新技術好奇嘅投資人，更多嘅係純粹覺得呢件事太神奇啦嘅朋友。佢哋帶住酒來，我哋用嗰隻酒杯飲住傾住，每一次嗰種從懷疑到驚訝嘅表情轉變，都讓我覺得呢一條路冇走錯。但問題亦都嚟咗啦，我嗰間工作室實在太細啦，佢就藏喺葵涌某個工業大廈嘅角落，1000尺唔到，擺咗實驗嘅設備，堆咗樣品，放咗啲酒杯，就幾乎冇站人嘅地方。朋友嚟晒，只可以逼埋一齊，好似喺秘密基地裏聚會。我開始諗，可唔可以有一個地方，唔係工廠，亦唔係辦公室，而係一個可以俾人真正坐晒落嚟，慢慢體驗，好好聊天嘅地方。一個念頭冒咗出嚟，如果將佢變成一間俱樂部呢？呢個諗法喺當時嘅我睇嚟，既興奮又荒謬。興奮嘅係終於可以有一個屬於夏多嘅家，荒謬嘅係我一個只會做實驗嘅人，邊度升經營一個俱樂部？但直覺話俾我知咧，呢件事值得試。我將地點選喺咗上環，嗰時候嘅上環仲未有而家咁熱鬧，有種老香港嘅氣息，安靜有故事，好適合讓人坐低落嚟慢慢感受。我揾到咗一個1000尺左右嘅樓上鋪位，唔大，但剛好夠用。真正嘅挑戰係申請酒牌，大家可能唔知道，喺香港申請酒牌程序非常繁複。你以為自己只係開個地方俾朋友飲酒傾偈，但政府部門嘅眼中，呢個涉及消防、食環、城市規劃、各種條例、文件來來回回，審批一等就係好幾個月。嗰段時間，我白天喺工作室繼續做實驗，夜晚就研究嗰啲厚厚一沓嘅申請文件。講實話，比睇慫日文論文仲難。但我知道，如果連酒牌都攞唔到，個俱樂部呢個諗法就永遠只係個諗法。終於牌批落嚟啦。嗰日我企喺空空嘅俱樂部入邊，睇住嗰張掛喺牆上面嘅酒牌，心入邊嘅感覺好奇妙。呢個唔淨係一個許可證，佢似係一個印章，印喺我嘅夢想上面，話呢個係真嘅，你可以開始啦。俱樂部開張嗰日冇盛大嘅儀式，只有幾個一直支持我嘅朋友，我哋用下多酒杯飲住酒，傾住呢一路嘅荒謬與驚喜。嗰刻呢，我先明白，我做嘅唔係一門生意，而係一個體驗。我要俾人遞酒入嚟，唔只係為咗飲一杯酒，而係為咗感受嗰個睇唔見摸唔着卻能夠改變一切嘅可能性。從一個人關喺工作室裏，到擁有一個可以對外開放嘅空間，呢一步我走咗好幾年，但我知道呢個只係一個開始。下一集我要話俾你聽，我係點一唔小心變成餐廳老闆嘅，追蹤我先至唔會錯過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訂閱同點讚上呢個頻道。